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、15节，创世纪第32章第3节到21节，使徒行传第2章37节到4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救自己。自救人救是一句俗语，意思就是说人要懂得自爱，因为自我沉沦的人没有人能够救他。但是基督信仰不是强调上帝的拯救吗？那么基督徒还需要救自己吗？许多时候听一些喜欢传递错误讯息的，就觉得说救恩是无价的，是白白得来的，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爱，这都对。但是如果只有片面去强调这些，也不是那么正确。根据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这样说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里所说的得永生、得救是有条件的哦。这个条件呢，就是凡是信的人。那么我们要说基督信仰的得救的概念是必须要先救自己。我们在这几天的经文当中都谈到了雅各，他决定脱离舅舅拉班的这样欺压，但是呢，如果他没有付出行动的话，就无法得救，蒙上帝的保守与赐福。他带领全家离开拉班，就是一种救自己的作为。今天的经文创世纪32章第3节到21节谈到了雅各如何安排礼物啊、仆人啊、太太啊、儿女啊，在他的前面其实就是一种救自己的计划跟作为。雅各派他的使者们先驻以东地区，见他哥哥以扫，吩咐他们转告以扫，我们的主人就是你的仆人雅各，吩咐我们向我主以扫说，我跟拉班住了一段时期，延迟到现在才回来。我拥有牛、驴、绵羊、山羊和仆人。现在我先派人来报告我主，希望得到我主的欢心。使者们回来向雅各报告，我们遇见你哥哥以扫，他已经出发，带了400人要来跟你相会。雅各又惊慌又焦虑，他把随行的人分成2队，有把绵羊、山羊、牛、骆驼也分成2队。他想，要是以扫袭击第1队，那另外1队或者还有机会逃脱。雅各祷告说，我主亚伯拉罕的上帝啊，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，求你垂听。上主啊，你曾经吩咐我回故乡，到我家族那里去，并且说要使我事事顺利。我不配领受你向仆人显示的一切仁慈和信实。从前我手里只带着1根杖渡过了约旦河，现在我却带了这2队人回来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哪怕他来攻击我们，连妻子儿女也都杀灭了。求你记住你自己的诺言，你应许我事事顺利，要赐我多子多孙，像海滩的沙粒，多到没有人能够数算。雅各在那里过了1夜，他从他的牲畜中挑选了一部分，送给哥哥以扫的礼物：母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母绵羊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哺乳的母骆驼30头，各带着小骆驼；母牛40头，公牛10头，母驴20匹，公驴10匹。他把这些牲畜一群一群的分开，
每一群派一个仆人管理，他吩咐他们：你们先走，群与群当中要留一段距离。他只是领先的那一个仆人说：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，若问你，你的主人是谁？你往哪里去？你前面这些牲畜是谁的？你就回答说：这些都是你的仆人雅各的，他要送给他的主人以扫做礼物。他本人就在我们后头。那同样的指示第二批、第三批以及所有赶牲畜的人，他们遇到了以扫的时候，都要这样回答，一定要说：你的仆人雅各就在后头。雅各心里想：我要用这些礼物赢得他的欢心。见面的时候呢，他或许会饶恕我。于是他就押送礼物的，让他们先走，自己留在营中过夜。雅各这种追求跟人和睦的做法，也是一种救自己蒙受祝福的做法。圣灵降临，充满大地，许多的人深受感动，因此他们听了彼得的见证之后呢，许多人就信主了。彼得对这些人呢呼吁了要他们悔改，主耶稣基督的名呢来受洗。后来彼得又讲得更清楚了，他提到要救自己脱离这个邪恶的世界，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的得救。使徒行传2章37节到47节这样记载。大家听到的这个话觉得很扎心，向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：弟兄们，我们该做什么呢？彼得就告诉他们：你每一个人都要悔改，并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，好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，你们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。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给所有我们主上帝所呼召的人，就是你们、你们的儿女和你一切在远方的人。彼得用许多的话向他们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：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些邪恶的人所遭受的惩罚。所以许多人领受了他的信，并且接受洗礼。那一天信徒增加的有3000人，他们专心的向使徒领教，参加团契生活，分享爱宴，一起祷告。使徒们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人人都因此起了敬畏的心。全体信徒继续在一起过团契的生活，所有的东西都大家共用。他们又卖掉田产家业，按照个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。他们同心合意，天天在圣殿里聚会，又分别在个人的家里分享爱宴，以欢喜纯洁的心一起用饭，颂赞上帝，跟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。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。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、15节，请兄姐自己来研读。感谢上帝赐下圣灵，使我们受感动，被充满，得以救自己，并且得到永恒的生命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